欢迎收看《后山太上宫》，太上宫。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涂杰总啊。中国强校的老后生人大在顾了，唔知大家屋卡都有名牌嘅东西么？有人会知道买名牌基本上係拿錢去打水漂啊。不過咧，1899年有個美國嘅經濟學家范伯倫斯提出顛簸性消費呢一種概念，即係講乜嘅咧？因為佢做啲大部分消費者先感到韓國物質上嘅滿足，韓國佢嘛做得展現自己身份老地位，東西賣到越貴，電到越多人會去買哦。今日邀請到六個後生人老太太分享佢哋新感到乜嘅東西係有好名聲，總上分享。之前老師佢都係阿子怡。大家好，我係太學嘅時 T 八 D 國外買精品全部都有限留低嘅阿子怡。第三老師佢都係李家。大家好，我係偉大嘅老朋友，叫我大嘴褲買到嘅名牌嘅李家哥哥。第三老師佢都係嘉怡。大家好，我係啲貴農名站買到人生頭一隻機車包嘅嘉怡。要機車是要跟嘉怡學習哈。第四招老師佢都係白cam大家好，係各種嘅師姐老師入手嘅一隻名牌，日本全學校最有錢嘅同學，我食過一個中白cam。第五招老師佢都係簡寧。大家好，我係啲西班牙買呢個不管做乜嘅都夾到冇做生咩夾喺度嘅卡棒嘅簡寧咯。做真係冇做，下來。唔好是做嘅，我哋下就拖下來，今日拖下來，睇下呢本線上看冇。最尾啦，就佢哋後先。大家好，我係三府有名冇名冇關係，不過海爾一聽我有名嘅後生。你叫他什麼？這就海爾有名嘅嗎？小黑。白改名咧，很正嘅。一開始就有講到，有啲人前嘅看到有名牌東西賣到越貴，佢店度會去買，我覺得唔貴。天窗唔係好東西，我哋新聞睇即講，從社開始知道乜嘅按到名牌，自家最有印象嘅名牌係哪隻牌？哦，阿自己先來講。其實講到名牌，大家講到名牌，就會想到係錢包啊，還係卡棒。所以名牌當中有精品，冇錯。係，唔過細細嘅時唔會按用吃的，因為細細嘅時可能買唔起精品。真係買唔起，嗰時候嗰種係印象最深刻嘅名牌就係珍珠美人魚。咩？迪士尼，又是眼片珍珠，又是眼黑那個叫什麼？皮皮卡皮啦，不知道。魔法朵。小魔女朵蕾。魔法朵裏面買嘅。哦，唔過呢，嗰陣時就係大家會知道鞋嘅名牌，就係有牌嘅就係名牌。嗰時嗰陣時我印象最深嘅就係我嘅，就係 Lacoste。幾隻鞋，係韓國 Lacoste 係，嗰陣時我印象當中係因為嗰陣時我就做一雙白色嘅 Lacoste，幾件嘅鞋帶呢係水紅色嘅，當代人下，我樣板我會印象很深嘅係因為嗰陣時我就談呢一個合作，我喺談呢3年哦，後來呢，你就變成同好嘅朋友，後來你大嘴過來出嘅回憶過去嘅時，他就說佢印象最深嘅就係我嗰陣時做嘅雙 Lacoste 當代人下。所以其實想知道海定一下聽聽啊，係。嗰陣你就唔記得，你對藝要買嘅印象，我記得要做送你 Lacoste。真嘅，你都能夠，我印象當中。你該 Lacoste 沒記得原因。你按才講。意思就會講，他從來沒有正眼看過你呢。你都好了，子瑜已經夠可憐，你仲快講下。係啊，就冇變成男人朋友了，你還得還要那種講。冇關係，你他做買青島 Lacoste，都不易看。給李家來講，他從細。雖然接受會看到乜嘅東西，但是我之前係懂西嘅時間，像家下鞋，其實咩唔會想到乜嘅名牌，係因為你聽說會想到茶誒，像我哋會想到茶，聽說買賓士啊、BMW 亞迪啊，都係當到有名嘅名茶嘛，嗬，因為我用上，因為我要
記得我幼兒園嘅時候嘅朋友，幼稚園都是還記得。真嘅，我懂記得就係件事情。幼稚園就是個必高誒，嘿，嗰時因為知道哇，一下上人懂電影講啲嘛，因為夾把夾咪懂傻批，其次夾咪係懂傻批嘅人咯，因為講因為嗰時人就講，哇，一查誒，喺耳度嘅查誒，錯啊，我哋我係查喺邊時你要望，我就講我冇，我哋我唔啲，我哋喺乜嘅查誒，完全出唔啲啊，你嘛，跟住佢就講，哦，我哋喺邊時。跟阿爸阿妹講，吼，你哋唔喺邊時，你哋出唔強咧，嗰時你唔好動強，跟住就想講，頂鬧咧，我完全唔知我我下起碼佢查咩唔清楚唔知嘛。那種小朋友教識了下就老人講，即係把手嘛通啊下。你轉去福卡就問爸爸講，福卡考係咪差？係，嗰時也有，係嗰時有問。邊是嘛該，我不卡駐陶朱引援嘅。佢白咁來講下，你從細開始最有印象嘅名牌係咩？好，就係 Maverick and Co。咁我唔係打廣告，因為我係各種時節吼，唔係提一隻名牌。該東西係因為我各種讀嘅係金泰附中，該算係隻美式學校啊，所以地北都會學生全部係有錢人啊，我要打進他們的那種朋友圈啲哦，所以可以選進去動動嘅名牌啊，槍頭可以選啊，然後 Maverick 靠嘟嘟號係很算做啲熱手改裝啲，就是對各種上來講吼，1000人扣啊，差不多3到5千左右，很做啲，所以我有一擺是買一隻 Maverick 靠帶去學校上學啊，結果吼全學校最有錢嘅同學是過來講，哎呦，白強兩個弟哦 ，Maverick and Co 哦，我福卡美有家哦，我們是好朋友。哎，今天因為發現講，有的朋友他不是看人生意，佢看你帶出嘅風景，做乜嘅衫褲，因為係新行要帶乜嘅排練，呢啲東西。咁個時候咧問假年，假年可以講一排，我想大家都有看過。冇唔錯，嘅用時咧，太好嘅時，東市行嘅法國嘅牌很多 Longchamp。我啲同學搭生意，每生意都款定幾包嘅，咁想講，好啦，跟我去歐洲旅行嘅時候，就會來買一隻，4到多錢買本牙尾，結果我拿咗去送本佢，結果，又唔係去個，啱做塑膠嘅感覺，冇質感，就係塑膠嘅，佢同樣名牌，佢就係塑膠，佢就想講我用我4萬多錢買啲塑膠攞嚟做。係啊，如果幾位想講買一隻假雞腿本來下實用啊，依家是從可能做啲種菜，買個 Longchamp 呢個係塑膠，呢個做乜嘅？係冇？咁個撒哈拉是係門嗰個鞋子大王。好事，不過我熟識嘅名牌是指啲分時期嘅，因為貴重開始哦，開始大家應該係啲啊 Levi's，因為我哥哥啊，貴重是買 Levi's，因為我哥哥幾多為裝，還有同學幾多為裝嘅衫，係特別嘅衫哦，當初要按照而家嘅從雕嘅mark 有冇？是 Levi's 啊，是感覺還有東西行哦，東復興的，結果有各種嘅時間，因為我該需要是下校。日本嘅風格啦，所以會買鬼時。該是都好，該是都好。啊，到大學嘅時間開始啲個下有名嘅，從嗰物LV、Gucci、Prada 嗰啲，咁夠重哦。大學，係。啊，咁個嗰時我呢班同學叫做是東校咩聊到係嗰從嗰 AF 啊、Hollister 啊、CK 啊，聊到係嗰時大學生下會做啲咩嘢嘅啊？啱啱用咩去做 Converse， 因為你係啱提100賣嘅。名牌經典，經典。國中的時候自己賺了第一個錢去買的鞋子，當然不是這一雙啦。我頭先講到經典哈，經典永遠唔會退市哈。撒哈拉本台在做一個心理測驗，你一時爆發地步，你知道原對你來講係經典，永久經典唔會退市行嘅法係哪條法？第一部係蒙娜麗莎哈，第二部係大衛像哈，第3部是係梵谷嘅自發。最尾是係波提切利嘅雷納斯嘅탄神哈，大家都睇好嚟，有一張蠻扁起來哈，好，來看一下，我們來揭曉 AU231這兩個哈小朋友哈選那個小朋友，蒙娜麗莎係乜嘅意思？即係講哈，你係可以看那個名牌先，因為看動久，因為呢，因為考量題就係價錢問題，你所以因為哈新泡泡，因為好直接的去買，韓國人因為吃到哈，因為昂啊，就係貴先做很多精品。
好，我係怎麼按嚟做？所以呢，你會去看兩條東西做到牙身方有加成嘛，有符合牙嘅基準嘛，哦，還有實用嘅人，才會去買，才會留錢出來。好，來看一下天意咋。我感覺唔係咧，見咩啊？佢講叫佢買兩粒蘋果杯啊。係啊，其他最古就買嚟就知道利價無算呢。係啊，講奇怪，你睇咩看唔錯？不過就算喺大嘴股，我還會整件會上個買名牌會上東橋。哦，我看實用哦，即係老阿自己強下，因為藝超做唔得做太嚴，因為佢係小朋友，藝就係做下小朋友。我來看一下比起米開朗基羅嘅太微商，係馬嘅醫生講，你對名牌有一種抵抗嘅心理，你講你會想老人無kyung樣，所以你會知道大家是係對 Q 那種名牌時間說。愛就冇愛咧，這種大家強用愛完全冇強，所以因為跳你自家會去做咁樣，因為攞格格睇即係冇強用嘅名牌攞格格作強下，唯有愛用啲嘅心嘅，因為你知道哈，有啲東西對你來講哈，那種名牌嘅東西土爸爸很俗氣啊，這種土爸爸嘅感覺。我等陣係去到 B 嘅興趣讓嚟參觀。好的，謝謝。B 咧，好來看一下是三國嘅。吃法上，就你對東西哈會透過動油，好，你會吃到你動油片面，你就會動油菜錢，你就會殺雞屎，就會韓國你改做詩啦，頂喺講年天一張名牌，你就會遠遠聽聽，你就會變做家嘅忠實客戶哈。好，最尾來看下最後嘅維納斯嘅誕生，就係講你假使你下變開人嘅卡邦，全部係名牌，又係講你打開人嘅貪次數，人嘅大三數，一定找得到名牌。我還沒學我要用啊！俺講你係將會啲，就係講唔會停定時行嘅 T 鋪，就講假使有新嘅東西一出來，你就會呢，機器，都買個機器東西，就眼皮。你好接咧，好，你就會那種好接夾去買，講你就聽唔到嘅。哦，會呢，該大家都生的時候你就買第一個啊。唔過前幾日本睇晒咧，還有觀眾朋友咧，想喺頭嘅時報發啲話要做麼？香港等下將來嘅介紹，撈大家分享啫。睇真係做乜嘅暗號賣咧，呢種名牌到底係天賦，因為講拍攝做乜嘅愛美愛絕質咧，等下將來介紹，撈大家看下來打嘴鼓了。然後去買潮牌，結果佢真緊哦，但係去公關改片，真的讓我買。你看我該是就買家T 恤啊、短褲啊，還有 higher model 哦，幾多錢？萬個票，結果咧，你阿媽媽要係咪不用專業，不用專業，真緊付錢領款，哇！那差點把面具撕下來，因為你唔係張媽媽咯。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上一段節目係請大家做嘅心理測驗，唔知大家知道有準冇？不管有準冇，唔聽下。所以買名牌時可能就會考慮一下啦。不過細時節吼，可能對名牌認識冇按到。不過你讀書過後，開始接觸到有當到嘅同學，大家可能買當到冇kyung樣名牌。計量時，你作為嘅學生嘅，對呢個世界上嘅名牌有乜嘅看法咧？啊，假如。我係因為去他是很比阿姨，阿姨，我係去美國讀書，剛開始對名牌卡啲啊，尤其有太后啲美國 LA 啊，都會看到都大班就 fashion， 也係拿輕型款名牌包給人哦。不過其實我冇動到錢啊，買唔出水。嗰時候我都會看雜誌啊，鋪落下手機名牌嘅東西，還會去名牌嘅 window shopping 看到片。後先來講，喺做學生嘅時節，對名牌到底撈挑白有買冇強容嘛？其實是到頭先講嘅強容，個做嘅世界該是哦，我係講下天時行啦。很有買嘛，改跟賣嘛改，通過賣嘛改跟賣，因為該是對名牌沒按熟識。不過該時係因為講平啲賣嘛，應該是戇戇嘅賣，係因為啱我該是講肉攤嚇日本風嘅，所以啱是下中意日本風嘅，該都衫褲。從啱頭先講嘅鬼時嘛，該是係華褲啦，哦。咁個喺要都幾多可能唔熟識啊？幾多對幾多來講哦？要比較嘛，比較其實咪講，你拍嘅要熟識麼啊，價錢要貴麼？你咁樣貴哦，其實咁你當厲害哦，咁個你下上去轉經當戇嘅。
假呢，谈讲因为吼，你太好时，大家都顶同个艺术类嘅太好，大家都知道，你种营养会读艺术课呢，你用不安呢，一点都冇艺术嘅气质。冇錯，因為我讀嘅係台灣藝術大學，嚟宿舍嘅朋友都啲，我當然都青菜亂做。都做咁樣嘅衫錯嘛。咁你平常時來都經常哦，係咪分上會去做水務嘅衫？係冇錯，即係通常就來咧。古時我嘅朋友，我就看我嘅同學，佢哋從來唔識要做過咁樣嘅衫，當然都會做冇咁樣嘅衫，不管係褲嘅衫喎，但個鞋背都冇咁樣鞋嘅，係要上時會咁樣。佢哋種講嘅真叫唔 fashion。古時我就去講講，所以講哦，我穿較多一些錢，買較好一些嘅衫哦。幫每人就買棟好看嘅衫，跟住講嚟同我講，人家冇帶嘅耳環啊，冇帶拍鏈啦，人家冇配件，冇 Our fashion， 呀 ，our fashion。古時呢唔單止可以做衫，還可以搭配安尼咁做得。嘅理解，即個做得係天然時行，即個哦，我掠波時行嘅產，我啲種去坐上去，一個因為配上油做，而咩愛來做。我之前做兩種都有嘅，唔過我做朋友嘅關係行係較多條嘅，因為以上我留朋友講下到。較團體嚟嘅大做一個嘅方式啊，也係要當到嘅話題啊，像你買到嘅，比方講那條嘅名牌啊，睇人嘅名聲去買嘅啊，也都係條嘅話題。古時我知道呢，買名牌真係也兩種停時行，韓國老朋友講下有在大做一個嘅話題係都有啦。咩講真嘅？因為睇埋我哋台上有看過一部韓國劇嘛，那個輸入檢索是7W那部韓國劇嘛，呢啲部嘅主角嘛，基佬係個誰男朋友交往嘅時節，佢都從頭會講到，因為嗰種是係培建是韓國就當到係後生嘅新鮮人，社會新人去賣當到係名牌喺講，但係前面自家當有錢係當波嘅時節，嗰個是會遲到講吼，怎麼個台價會賣按貴嘅卡邦，係因為擁有越多的人，他其實越會扛個擁有越少，佢還會跌，這種就會表現出他很厲害一樣。因為假的那個名牌，非常嚴啲。係假的那個名牌的東西來表現出我有幸福，我有地位，我買出 LV 哦，買得到哦，我買到 Gucci 哦，我唔係那種長出社會那冇錢嘅人，我係讓你哋窮容。所以基本上都本台在會想到，哇，是不是社會新鮮人長出社會嘅時節，提一擺是不用奇奇怪怪，我用按用你嘅想法來擺起來，提一擺買名牌係乜嘅感覺？好，係各種嘅時節咯，因為該東西咩名牌啦，我對各種上來講嘅名牌就係潮牌，因為家下聽人同學加你記得嘅話題啊，所以有一擺係因為看到當到嘅朋友記得做嘅潮牌啊，感覺到冇做潮牌冇法度啦，記得做朋友，咩好朋友啦？所以轉到福開時間，我知道我媽媽哦，人家講我朝廷講，我一定愛買潮牌，我一定愛做潮牌，我媽媽是那講挑揀啊，講好冇啥用，因為考到前3名，我緊緊就一擺是走到咧，然後我交換條件說好，我要去買潮牌，結果佢緊緊哦，帶我去公館街片，真的讓我買，你看我該是就買隻T 恤啊、短褲啊，還有鞋啊冇咧哦，幾多錢？1個 K，結果咧。你阿媽媽又係咪表專業？表專業。緊緊付千零款，哇！那差點把面具撕下來，因為你唔係張媽媽了。讓我們懷念20年前的張媽媽。沒有。依家還留低嗎？係啊，有哦。因為我講後來嘅講發現到，潮牌的那種東西哦，它是一季一季的。根本上，一張也是換一張，一張也是換一張。根本聽到啊！然後就發現到你一張有戲咩？你一種配件就會搞嘅戲搞唔起啦。所以我就把這個潮牌一路從貴做，機車嘅時間沒做，高中嘅時間沒做，做到太和邊也沒做，哦，完全展現客家精神，非常打的。那潮牌就咩潮牌呢？給阿子來分享，第一擺買嘅名牌。我第一擺買名牌，迄個是太好嘅事，我就留這2-3年去關渡搞。
去关岛给片料啦。就因为呢，你要出国的话，就机场就有同多免税嘅商品嘛。咁时你说，好，我这就是讲我几个套一扎，就是名牌的钱包。跟俺说我就是姐姐有，我也要跟，对，然后就是姐姐要买，我也要，哎呀，还故事给我时你就去看那同多的牌，我都当贵，后来就发现到Coach更加便宜，我说这样子就买了一张Coach很细扎，就很细扎嘅钱包。昨天表让溶解那样，这是短夹小短夹哦，这你没懂利片，就是两个钱还用扎对折，不用利片哎哟，这你就唔好用，还个对这种事来讲算系一只动态条的钱啦，古种我都也很留等，虽然就按这只不用啲几片唔会用。不过你下做嚟做酿醋版啊，所以酿卤醋，因为酿我看过很多卤醋啦。对啊，对，酿冇酿点点的冇嘛做对啦，给你家来讲一下好冇？其实我做买名牌，真嘅係买种香酥嘅感覺。古種人嘅時買名牌，我知道，呢批嘅時可能有人攞人開門啊，用服務啊，超古種我真件 T 擺入到嘅精品店去香港嘅 LV，因為嘅香港嘅名牌真係動態嘅唔掂喎，呢批嘅時就係動勁重哦。古種嘅時去到嘅位，真係有人攞人開門啊，攞人嚟燒嘅啊，超韓國幾條天才會知道，外國人來哦，幾條天才係要看好嘅。上面來嘅就對你懂好，但是我唔係，我就會上面去看那天天。Window shopping， 我就會看一下天天，我就講好，原來按我嘅家私我嚟看就好啦，嗬。結果佢完全變面唔掂嘛，他就完全變臉，就是OK， 然後我就離開，默默離開了，因為佢完全就是講完全冇喺俾你啊，你唔會買，唔會差嘅時間啊，冇，你去另外一件去買，原來知道嘅服務態度同重要啊，因為香港人冇喺買，佢就冇服務。錯啊，嗰種係就希望講，香港係買名牌化，係咩愛買到佢係服務嘅態度。韓國特別係往嗰種嘅精品名牌店哦，一聽我看起來就做到真些，精彩狀啲嘛。就會懂啲。不過見唔啲可能做到清清彩彩，將假人嘅種吼，哎呦身價上漲，上係正經有錢嘅，賣貨嘅是拿現金來捏的，拜託。還有今天唔過啥，可以讓大家稍微鄭重介紹一下，還有上台上講嘅模特兒代表嘉怡。挑一隻名牌包係Balenciaga機車包，Balenciaga，佢係台灣超有名嘅包，我嗰時要存錢啊，還有做功課畢加斯，我就上面看一個啲美國專門賣名牌嘅網站。比台灣嘅價錢便宜當多，差唔多要6折7折，故所我就買到我人生挑一隻名牌包。哇！超大咯，點解大啦？動次打次動次，好嘞，兩位阿姨都在這裡，排寫，台北時裝周嘅感覺呢？我唔知兩位阿姨嘅行天那片，我真係唔知哈。我講到機車包，韓國假人咩有呢？冇錯，我啲其他隻牌，因為我朋友懂 fashion 朋友，係啊，老韓講起 L 組高嘅時間，聽錯我買嘅牌，唔過我去到看到，哎，按法拉比波，我唔中意嘅，我中意嘅簡單單嘅，跟懂到現在嘅講來講去同差。你真係阿姨我所我就會夾壁，嚇，買咧，我諗下 MK 真人嘅名嘅，我都 Michael Kors，佢哋同有名嘅品牌形象哦，係啲嘅 runway project runway show 嘅品牌形象，都有名嘅同中意嘅，同中意，嗰時候佢要出嘅皮包嘅時間，就出車攞佢買下，因為嗰時候我真係懂中意假人啊，東西其實還好，還好，對。不能叫阿婆喊一下啦。來，這樣鬼放冇用出來的。要 M 字腿，M 字腿，M 字腿，好嘞。係啊，我真係必須要講，剛剛嘅 model 行出來，我知道很做的，你北美行出來6個字，摸比較摸上回咧，咩？上群幾條都叫阿肯做你冇？
我们下一段回来再不聊聊上一句哈，行啊，不过真嘅啦，觀眾朋友嘛，就在想一下，你對名牌呢樣東西係有崇拜嘅心理，還可以講知道名牌根本冇乜嘅咧，等下就來繼續拉晒傾下來分享了。假使都便宜，冇是買到都便宜，其實係假嘅，冇本騙咧，真是個做起來哦，做乜結果是壞的，冇什麼醜的，嘿。不過你做啲賣本身是下便宜，還有所以嗰是講兩面係有名嘅啊，係冇咯，做起來好做，你算便宜哦，你要便宜，你啊吼499嚟啦，唔懂，辛苦吧，求一般的，難怪難怪求啊！唔係牌嘅問題，係對問題。歡迎大家到嚟香港台相關節目現場。上一堂有冇講大家第一擺買名牌嘅經驗？咩什麼嘅阿姨老伯沒用上哈？老大家叫下來分享自己嘅精彩的舞姿曼妙的身材。好，唔過咧，問大家在講吼。正經啦，講到名牌吼，大家就係種有上咗那種粉地地吼，不易粉的，不易下的去，那種銀錢唔行，貴錢的弄的行，就看到那名牌哦，就想哦，佢係捱嘅神 ，YYDS 永遠的神的感覺。後時你對名牌話有安用去從心面卡向交落去擺安用去嗎？其實我對名牌有讚啦，要從作當個唔係講以前買名牌，因為對我嚟講名牌唔係講。名牌是好看，名牌是好做，對我嚟講做起來係好看、好搭配，啊好用，也係最重要嘅。好選啊，嗬，係好選啊，係啦，好選啊。咁個電腦對海爾應該是下講究咯，因為海爾有啲有一個有牌冇牌，景氣又漲。景氣又漲，因為嗰度有啲可能假使都便宜，冇是買到都便宜，其實係假嘅，冇本騙咧，真是個做起來哦，做乜結果是壞的，冇什麼醜的，嘿。不過你做啲賣本身是下便宜，還有所以嗰是講兩面係有名嘅啊，係冇咯，做起來好做，你算便宜哦，你要便宜，你啊吼499嚟啦，唔懂，辛苦吧，求一般的，難怪超啊！唔係牌嘅問題，係對問題，係交流啲。不過因為你唔係假牌嘅那種客戶啊，目標群眾 target， 所以咪不記得瞎走啊，瞎走。然後大家就是我們這邊還是要機會教育一下，莫看假使便宜是賣啦，真係賣又牌。不過電腦出社會了後，對牌兒是下，對名牌是下講究嘅，因為哦，我哋倆下面對嘅做社關係嘛，面對嘅人哦，全部係主管啊，冇寫下高層嘅人。有一擺哦，我嘅前輩是講我講過，你信當紅做嘅唔係講一條名牌，從我 CV 度做嘅係唔係名牌，偏偏看唔出來啊。唔講你用嘅東西哦，有牌冇牌嘅是有賺，因為佢代表係生人嘅冇寫風嘅你嘅品味。所以哦，談睇了後咧，我是想哦，講得有理哦，所以我是講比較手錶啦、皮帶啦，還有名牌下邊全部問題，從倆我下問了，其實都貴，唔係啦，其實主下佢買應該沒有動到，平常時間帶，因為倆人係阿瑪尼，這是阿嬤做的帶了，倆係。cái名牌下萬寶龍啊，萬寶龍，因為你平常時你見到鐵板見面嘛，是不是讓你搞個名片啊？給你拿出來，肯定是會看到。其實真嘅，因為人家阿公給我是咩係送來，沒什麼，他有貼片送來有牌嘅名片夾，裡面愛用個名片夾當充嘢。唔係老朋友講嗌你有錢，係老朋友講嗌有品味。好了，謝謝有品味的人。阿嘉怡咧，你只敢因為你會去崇拜，會騎上腳來去拜了條名牌嘛？會，愛好名牌，唔過唔會騎上鐵拜，愛上會疊哦，唔會壓擦。每個錢都會用到油價值，名牌貴係貴哦，唔過油價套利啊，當到人都會同自家大頒獎獎，故所我知道買名牌係當好嘅投資。冇錯，買名牌真正有相信係好嘅投資嘛，百強最低啦吼，兩兩三年吼，大擺款台北西裝酒吼，全有機呢。手都繞牆，還沒唔地咧，可能係因為顏值嘅關係。因為
就爱用个技术，所以看到还太世界之后，我们知道讲，哎，我对 Q 名牌面唔系一件唔系一件错的事情啦，系对 Q 一个散发的品质啦，咩正价从家好心又讲啊，一种对于自己的风格啦，还有配上有蛮款意啊，所以啊，俺就一摆哦，因为主区太之后哦，跟咧崇尚哦，本来还用那种80万块的这种。那个收购礼券，他想说哦，总算不能等到昨天做百货公司的泰山你嘛阿莎嘞大爷啦，总算等到嘞，我就哈哈哈哈，10万块动好用呢，我就夯落去，我就想说，还1楼随便挑，好心肝还就小个表嘛，男人一定要有一个好表，有没有？所以应该是选了一家劳力士，那就夯落去，还有来。帮我挑一下你们最新款的，结果让人慢慢小改哦，然后这个蓝色金钻有没有？然后说哦，那这个多少钱呢？一个80万块哦，80万人口，80万，80系加西啊！会不会差4个0呢？这样是真浪呢？你们还不给哈多嘞？结果呢，我就想说，先假装吞一下口水。吻他一扎，然后我就说哦，这个更漂亮哦。他说哦，这个100多万，然后我就这样还假装犹豫了一下，跟哦，人家刘总来读某种系呢哈，那个我再看看好了，那就好紧张哦，还有那什么，还有结果10万块。对个精品店来讲係凍手呢，係啊，啲10萬塊肯定上做阿莎，係啊，上個拍做自家阿莎不如啦，係，整個阿莎不如啦。你看還有類似那個禮券啊，去那個地下街寫東西誒，你那10萬，寫東西寫東西來啊，係啊，還昨天還搶英寫嘞。好了，阿自己來分享一下好冇？你這個知道大家咧嚇顏色有正宗嘛，然後頭擺對於名牌看法，真係有冇共樣嘛？真係有差，因為其實我感覺以前看名牌可能就看你講鞋啊、衫褲，唔過睇就會看卡邦就勁看勁貴，真係就會隨便顏色勁來勁睇，就將會去了解到哦，原來就係名牌。唔過其實我發現到精品啊，真係有加嘅價值啦，可能加嘅材質啦，還有佢特別搶嘅設計出來，當厲害到特別動價。講你有的會看起來都奇怪，真係就看唔識，像有的看清到嘅精品嘅名牌啊，做衰。真係看唔掂，啲嘅，係動貼片，故事我感覺我似嘅係我知道名牌有價嘅價值，不過講到品牌美食可能係喺價格有地位啦。冇錯，因為香港大家會去買啦名牌嘅東西，係因為佢係有名嘛，所以我大家都推薦，所以我可能係買。不過又像你從剛剛就講到，就係意大利設計師 Cita Police 嘅作品，我沒看唔識，因為就像呢個時候，哦，我身邊已經會去買呢種東西，真經看唔識咧，跟家人來分享下，我身邊好朋友有呢種，你都係看唔掂，真經完全看唔掂，你都係做乜嘅？因為我用實地送去上班，然後係帶佢下嘅朋友加間房滿奶都係名牌。哇！你就頭一紮就講。做叫佢酸哦，叫佢酸，叫佢卡棒係。全部都係名牌。韓國佢當日下班，我去百貨公司買一張名牌包進來，佢當日嘅行當日真係真嘅阿莎啦，係佢咧，有冇卡當有錢？真係阿莎去做嘅。唔錯，唔過佢做業務嘅。故說呢，佢成績冇按好嘅時間，佢薪水就會冇按到。佢就冇錢啊，佢就拿對佢卡棒就開，係開嘅直播，喺度勁叫，睇搞呢邊啊，真係啲人懂想一下嘅聲音。那個直播鏈接給我。好，做對。佢懂貴，佢都買懂貴哦，唔過佢都漲到懂好，都超型嘅咁樣。韓國佢上班嘅時候，上到佢嘅聲音咧，我覺得勁叫啦，迎客講話嘅勁叫，人哋講呢一種話喺度。老師練 Q 樣。係冇錯，係佢嘅聲音。佢可能係不點嘅，有冇人肯定？人哋要唔係捱有啲朋友就係佢真係有嗰種品牌迷思，佢買卡包一定愛買嘅名牌，一定係精品嘅哦。唔過呢，佢出身唔係動到錢，就自己本身唔係動有錢，佢係愛買，會分期付款去買。我唔錯。
呢，真的就是。今天家父卡就发生这个事情，家喺头路尾冇按好，后来呢，佢喊去买，喊去买，嘿，我就骂佢，我就讲，你作为老嘅钱本不卡天水，你去搞我妈嘅钱，你喊买就本来进嘛。后来我就讲，你因为係讲你把嘅名牌，就係代表講人嘅身份有嘛去，你那係真人動有身份，就算把一條布帶。人家都會知道懂吼，不太就可能跳舞吧。不過你因為佢就本來馬上誒，佢就為到愛聽數部卡，嗰時候佢就將卡邦買貼咧，佢冇叫啦。有一種很種佢單槍係為到愛買落去買，因為想愛點自家嘅身份，佢為就本來啊看到我係真嘅係懂優勢。不過真嘅係像喺美國嘅密西根大學，佢有做過一個研究講，假使我係尋找合作嘅伴，就講工作上合作嘅夥伴，佢會尋那種人，那種面試嘅。最後越大條越好，背布袋的，有可能，因為越強嘅人越好。唔過佢假使會請一種就講，這種比較說像高階主管，要講有能力，那種像係 CEO，像那種公關、那種行銷這種策略長的人，佢就會討一種有品味嘅，就你身上如果可以展現你嘅能力嘅品牌。一種人就會記得有，所以我看你買個世界，想去展現買個鋪頭，想去展現哪一度嘅地方本人看。假如人家身邊有按種像佢按歐巴嘅朋友嘛，我是談過朋友嘅朋友，佢老公當設計哦，結婚之前哦，朋友嘅朋友冇乜嘅錢，咩唔是買個名牌，唔過結婚哦，後來哦，佢老公哦就老佢講，哦，只要你喜歡的，就算賣房子也讓你買，哇，你唔抵哦，什麼歪理啊？開關就被打開，窮用哦，乜嘅名牌都買哦 ，Hermes、Chanel、Louis Vuitton，都買，100都買8個萬，買到不卡標母咯，買到冇不卡，買到都是欺負啦，可能就係有錢人嘅煩惱。對啊，佢係要看不牛毛啊。還有看不了。那人家 Hermes 嘅卡邦做在富頭期款的房子，所以家父卡可能不動到，因為像家人可以去準備買了。不用買名牌，不用。不過準備一些事情，你團準備一些事情，本來理解來分享談講吼，你對那種 Jordan。有非常多的不一樣的想法。真嘅，咩係要同到啲朋友學同好買嘅鞋衝技巧用好，但是啲朋友同好嘅 Jordan 嘅鞋唔掂喎，因為 Jordan 嘅鞋要換，同貴幾度胎啊，係咪去排練嘅啊？排練嘅，錯。唔過藝術主要排除係佢帶轉嚟買轉去嘅時節，佢係完全冇喺做嘅。你冇喺做嘢做乜嘅？佢話啊，我喺輕鬆聽聽啊，因為我講佢喺澳洲啊，因為我喺上講嘅，唔得啦，買澳洲嘛，係啊。係藝術品，冇錯。如果你講不用落地奶就冇價值的，所以不能落地。落地折一半，係限量，佢還會那種就是漲價，係咪？係條子啦。所以嗰種好成嘅世界，你就唔掂，嗌到大家全唔掂。咁咪應該買嚟為作好冇？自己人好成才會做嘅，假使那種唔會做嘅，就可能是當做藝術收藏啊，我們也不能批評，畢竟。你冇錢，是不是咁樣嘅？不過前幾個問題就係講，你可能你名牌嘅時陣，你前幾體質性去看嘅時，佢要價淡麼？佢係講嘢看，佢要價是係幾多錢漲來去買咧？等下再來，其實大家傾下來討論咯。有看到有便宜，當然就會買，冇買星期五對自己唔起，買就錯嘅，買就錯嘅，因為你係心用喺邊度按，乖乖咧，佢當場喺個收購嘅搶禮券嘅爆名，買就錯嘅，10分強硬咩跌落去，冇關係，買下去。歡迎大家到嚟香港睇上個節目現場，因為大家都知嘛，有上市有啲名牌，不然炒到凍又凍邊，後嘅價錢邊都凍過，有上市因為吃到你咁有價值，係講佢真嘅有那個價值，因為講價值按個咁真嘅，大家去買兩隻間名牌，第一個去看嘅是你講有價錢麼，有價值麼，係講看嘅價值，哦，你下炒到通歐巴，啱冇買，我按用去麼，8件。假使要去精品店，要去買名牌嘅時間，千萬莫看機，千萬不要看價錢，因為
名牌是本应就幸福，就体福因款机干嘛？你看它的价钱就会款，你几个价钱啊？你几个还无限的，还冇价钱的嘛？就可以贵几个竞品，还完全冇价钱抬价地吗？哦，这是歪理。啊，假呢？嘿，爱买东西的时间会看起来价车 CP 值有高嘛？哦，你动作系全脸都哦。你去阿爸没？因为我条我啲国家两堂演上班，佢啲都有当多嘅艺术家做嘅作品，当多嘅精品，当优贵，然后名牌差唔多价钱，真嘅当贵。尤其喺手工做，像喺马街切的啦、贵的啊、饰品那都。系错，我自家艺术家自己发上去嘅，古时呢喺挨来写，挨还係會買名牌啦。好肤浅哦。你讲哎，你买一家 Chanel，然后抬价都低，还是 Chanel，然后你卖一个张大千的画作，哎对，谁？哎，张伯谦在这里。因为可能张大千老师的画作抬价很係有啲，不過你扮演模藝術那個藝術品，因為講你賣個副業怎麼講？那也許賣3%-5%，還只要你的20%而已，怎麼樣賣那多東西咧？給你講，你自己買東西㗎哈，你會先看價錢。還看佢有加成嘛？我真嘅係睇家嘅客家好成球，用白講嘅。因為我知道像我去家看，去買名牌嘅時間吼，當然體驗我看你去家想我買嘅嘛吼。再過來真我看一些家私啊，迄個因為像我對我來講，我知道很務實性的消費。你來買要名牌，同時你要用到啊。像我之前可能我去看一下outlet啊，去比價一下講，哎呀，啲東西真嘅係有按用嘅家私嘛，真嘅有按用嘅 CP 值嘛。因為我知道我會像其他你買名牌就會盲目的追崇，而且還要在那個時代的時候趕快去買，肯定該流行。因為我知道嘅就做得用到就做得啊，同冇？係有陣時會用，你自己用到之後啊，唔是講佢到底係有名冇名，有中意佢。好像講要隔多年嘅身體，可能是做得嘛。啊，假然之間用把起來偷嚟了名牌。我平時會省錢，有大價較便宜嘅時間就會買啊。因為名牌平時貴成成嘅，有看到有便宜，當然就會買。冇買星期五對自己唔起，錯，買就錯唄。買就錯嘅，因為你係心用喺邊度按，乖乖咧。誒，佢當場喺個收購嘅搶禮券嘅爆名，買就錯嘅，身份證係咩跌落去，冇關係。買下去，對吧？好心人，你自己以賣 Jordan 鞋的時間，你自己會去看機一下。哎呦，這個現在是很紅的哦。我們說，那對我講到 Jordan，大家第兩篇新聞應該都好嘛，吼。咁個我會買 Jordan 係因為我身邊有隻朋友佢真實的電控啊，有壽星嘅嗰種，梗係哦，有先喺度出嚟幾時派對，潮也派對嘅嗰種哦。結果我叫買買個，如果有玩 Jordan，大家都知道，有兩種，還有水鬼，一種那種黑鷹，一種那種紅鷹，梗係佢派嘅還有個名冇錯。咁嗰個一種還有本來一種還有50公萬人口，結果你下幾多錢？19萬，一送還有19萬，都得買 Chanel 誒。係冇錯，結果就當然就哦了，雖然講我自己當好久的，咁講我兩個錢我真心買唔起。係啊，會團數。啊，小朋友講啊，梗係表示哦，你冇講當，個當外個 Jordan 啊，係咩真心嚟個？這是叫做情緒勒索，你知道嗎？係啊，因為對我講，我冇存過按多錢，可以買個按貴嘅東西，我買轉來我裝未認同，用而家未認同，係冇咯？係啊，所以我一定要去評斷，去想看下自己咧存幾多，就你買幾多，因為買個名牌係咧表示自己係幸福，唔係講你自己極有錢，見到你全部嘅錢俾人哋家用唔到，咪看唔到。誒冇唔錯，就好先講得唔錯，就講你自己冇喜歡人着穿那種給打腫臉充胖子的人，就最做唔得，又唔係從個假衣分享給朋友，哦又愛買又按多貨嘅，哦，佢買到數位難嘅，數位甜嘅，哦，數位痛嘅，哦，又按多錢去買，唔過真嘅係睇下，假是做有錢人、好人嘅、按搏嘅人，你要做那件事情啊自己。那喺我真嘅咧，懂有錢翻我睇會見我會買嘅東西就會報唄，係，再過來呢，因為真嘅不用卡邦係嘛，因為真
可以弄多钱买，古时候买贴布会高香呢，我买个名牌卡棒啊，全部都买啊，买嘿。不过我讲过除贴买东西之外，我讲过亚条的钱，我想要拿来送课，去增加自家嘅内涵，比如讲送买个日文课啊、法文课啊、西班牙课啊、拉土课啊、皮拉提斯课，因为你自家就按就先去抢两条眼泪，让你走学习好的啊。我爱送课就是一对一同贵呢，因为我讲过呢，真人都有穿，唔係愛上網買名牌，愛上網準備名牌。哦，意思講老自家就會別遵守一個名牌來看待。以後他個就曾志怡就係名牌。好了，謝謝。好，你嘉義咧，你知㗎？沒有先買 Vogue。我咩先買 Vogue。我清太健嘅間房會改做 walking closet， 在呢個 Hermes Chanel， 嗰種嘢買兩件 Vogue，它清太健的，在呢個 Hermes Chanel 啊 Louis Vuitton 貴牌買進來。然後再擺出來啲 walking closet， 還有我還會請我嘅朋友來烏卡聊。我係你朋友，唔係，聊會做禮服，好，做地，做禮服，sip champagne， 開我嘅名牌 collection， 知道我係請後面嘅什麼嘢？冇錯個，做乜嘅大家去買那種名牌啊，那種精品嘅東西，尤其係種大家英文老師，大家那種稀有的這種虛華的這種精品嘛 ，luxury， 那種意思係乜嘅？佢有提及佢做得低。哦，做得炫耀，做個點，聽你它有排他性，唔係一般人賣嘢哦，這個它有一定的程度長賣嘢的東西，所以對那個世界地圖北京先生應該是做阿莎，今天不能做全世界大頭名嘅阿莎咧。咩阿莎不如哦？來，解下吼，吉隆沙分享吼，全部係窮人嘅思維啦。好恐怖哦，呢兩生意。啊，佢講呢條係窮苦人啊，冇錢啊。然後佢講有錢人嘅思維係乜嘅？你知冇？就係花錢唯獨愛傳下多錢。因為你看哦，你花的錢都買家 Vogue 哦，錢是冇睇的。不過像我，假使我做世界最有錢嘅人哦，我一定會自家來創造名牌，韓國會搶哦全世界嘅流量最高最厲害嘅名相來讓我台面。韓國讓我創造嘅動有名嘅名牌啊，韓國賺很好多嘅錢。你看，不過全部會給追上錢。係啊，你看沒追上錢嘅嘢。好像也是的。因為唔很花錢，因為講又愛花錢，哪有可能？他就算今天當郭台銘，剛已經沒10錢錢，完全唔敢他打臉。花錢唯獨傳下多錢吼，熒光筆畫一下。好，謝謝。那最尾本好先來講下，真正不應做最好名嘅人嘅時節。真是應該來做最好、最有錢嘅人哦。但是唔是上嘛賺錢，因為我最有錢的啊。我提前嘛做的事情是大家獨地，我一定會讓Jordan鞋全部買起來，做一遍，全部係Jordan的槍。Jordan 強，是讓你嘅個強用。走過來應該是去買 Hermes 嘅東西，因為我自家其實對佢嘅用料啦，冇些譬如設計啦，全部係我自家當好嘅。咁講我自家有幾塊係已經講嘅啦，唔係講嘅名牌本身嘅價錢有幾高，其實哦名牌係你自家兩三人本身嘅表現，你係自家對自家想法係。價錢有一定嘅高度，而自家是一張名牌。其實冇咁錯，其實頭先家一開始講到動風險，咁個後背仲係講嘅動潮，即係講，其實呢名牌東西即係創造一生嘅風格，還有一生嘅那種品味。咁講現在聽音戲嘛，我培生音做乜解，做乜解，因為個心理師哈，洪培雲心理師這個教台在講，因為看到即係講，你心感度到底是係上乜解，你對你真正有幫助嗎？你下做你都有興味，對你來講，一下學的係介入，一係突入嘅。下禮拜佢嘅世界繼續來收看愛到嘅後生太上宮，如花太假宮，上來聊聊，上來聊。相信大家都有自己中意嘅廠牌，有啲人為咗愛買名牌，排列排頭嘢，甚至嘛有人因此安尼派劈加身，同樣還係提倡大家。買東西之前，天出愛好好評估自己嘅能力，還有敢係真正有使用該項東西呢？
尋到最適合自家嘅東西來用，將係青春有嘅哦。